自2025年10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圣同在的基础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41章第19、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1章。迄人带我去到圣殿，伊让壁条两边的宽拢是3公尺，入口的门宽5公尺，门两边的壁，这边2公尺半，迄边2公尺半。伊阁让圣殿长20公尺，宽10公尺。然后伊入去内殿，伊让遐个壁条高1公尺，入口本身宽3公尺，两边的壁宽拢是3公尺半。伊阁让内殿长甲宽拢是10公尺。伊甲我讲，这是至圣所。迄人让圣殿的壁高3公尺，圣殿周围有厢房，逐间宽2公尺。厢房有3层，一层塔一层，逐层有30间厢房。圣殿外壁四围有房墙，甲厢房涂地，才免厢房简单靠圣殿的壁。圣殿周围的厢房哪悬哪宽，有楼梯通对1楼上到2楼，阁到3楼。圣殿的结构愈悬愈宽。我阁看见圣殿周围有悬的边台，做厢房的地基，边台3公尺悬。逐个厢房的外壁高2公尺半。圣殿的厢房甲这4用的房间中间的四周围有空地，宽10公尺。厢房的门拢往空地，一个门往北，一个门往南，四周围的空地宽2公尺半。圣殿西边迄片空地的后面有一间厝，长45公尺，宽35公尺，四围的壁高2公尺半。迄人让圣殿长50公尺，对圣殿后壁到空地西边迄间厝，距离长50公尺。圣殿的头前就是东边的空地，宽50公尺。伊阁让西边迄间厝，包括两边的走廊，长50公尺。圣殿的内殿外面的走廊，户顶窗仔以及户顶对面3层的走廊，对涂骹到窗仔拢用柴板包地，这窗仔拢关地。内殿甲外庭周围的壁，对涂骹到门的顶面，拢照寸尺用柴板包地。逐面壁有刻基路伯甲棕树，基路伯甲基路伯中间有一丛棕树。逐个基路伯有2款面，一个面是人的面，往这边的棕树；一个面是狮的面，往迄边的棕树。圣殿周围的壁拢同款。安尼，圣殿的壁对涂骹到门的顶面，拢有基路伯甲棕树。圣所的门条是4角的，伫至圣所的头前有一个，看起来亲像木做的祭坛，悬1公尺半，宽1公尺。祭坛的4支角，坛的座4个面拢是用柴做。迄人甲我讲，
这是下伫上主面前的桌仔。圣殿甲至圣所的门拢是两线的，14门各有2片，是画凹凸的。圣殿的门线有刻基路伯甲樟树甲壁条的雕刻同款。走廊外迄面有插座的边仔。门的走廊两边拢有窗仔甲樟树的雕刻。圣殿的厢房甲边仔嘛是安尼。神圣同在的居所，圣殿是人亲近上帝的所在，也是上帝同在的象征。以西结伫异象中受带到以色列地，伊看见一座圣殿，但是迄毋是废墟中的回忆，是将来的愿望。伫狩猎的忧伤之地，上帝互以西结看见一个精密有特殊的神圣居所，这表明上帝犹原愿意甲伊的子民同在徛起。以西结书40章的内容延续前一章，最后描述圣殿内部的构造，对圣所、至圣所、厢房、门窗到内殿的祭坛甲砖塔顶，每一个细节拢受记录甲测量。迄看起来若像古色的建筑寸尺，显示上帝的属性，互人知影上帝的同在是有特殊、有界限、有荣耀的。被称作至圣所的地方是一个长宽各10公尺、完美对称的空间，伊是整座圣殿的核心，象征上帝的完全甲神圣不可侵犯。至圣所毋是人会当随意进入的空间，因为伊是上帝荣耀临在的所在。这提醒咱，敬拜上帝需要有备心，性命爱分别为圣。以西结看见的圣殿毋简单是一座建筑，搁较是一个宣告。就算以色列人狩猎，圣城荒废，上帝犹原为伊的子民重新预备一个同在的居所。真个时阵，咱也亲像失去圣殿的子民，咱的敬拜若像例行公事，咱的服侍失去方向，咱的教会欠缺互上帝临在的空间，咱总是无用伫事工甲举办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，但是却未捌进入内心的至圣所，甲上帝相遇。咱是毋是还要记得，上帝爱咱建造生命，是一个有上帝同徛起、互相扶持的信仰生命，较毋是宏伟的建筑物，也是严密的事工组织。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，墙壁甲门拢雕刻基路伯甲樟树，象征上帝的看顾甲守护，互人的性命得丰盛。上帝毋简单是生命的守护者，也是使者。伊期望每一个行入圣殿的人，生命拢会当受塑造、改变、更新。圣殿中的每一道门、每一个房间，拢有明确的寸尺甲界限。这提醒咱，上帝的同在虽然是恩典，但是人也需要心存敬畏。今仔日咱进入圣殿教会，是毋是也带着敬畏甲尊崇的心？咱是看重上帝的圣殿，还是简单甲敬拜当作形式，甲信仰化作日常点插的附属品？古代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会当进入圣殿的至圣所。现今
咱只要拍开心门，就当自由进入圣殿，享受甲上帝相遇。这是照由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。今日上帝要伫超找愿意诚侪伊基础的性命，只要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就当参与建造心灵圣殿的行动。默想，上帝圣殿是伊甲人同徛起的永远记号。咱的教会是毋是有活出圣洁的见证呢？上帝圣殿是伊甲人同徛起的永远记号。咱的教会是毋是有活出圣洁的见证呢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愿我的性命成做你的圣殿，互你圣洁的神伫我内面徛起，求你互我常存敬畏甲顺服，伫这世间活出属于你子民的样式甲见证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